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母语，母语若亲像妈妈心咧跳的声，母语的路若像妈妈车拥困的心情。阮若当时出头天，妈妈，你就毋免心惊胆怯。母语大自然的声，亲像海涌扑动、水流的声，树顶鸟仔咧叫，山风咧吼的声，迄是万物生长的源泉。母语，月亮的温柔，宇宙的心声。天星闪烁，日头光的青影。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85集，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社会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来自台中市的吴梅天老师伊所写的母语。顺利去，咱邀请吴梅天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甲背景。这首诗是亲像咱担任老师咧招大家一人一诗，来响应2019年世界母语节的活动写的。讲到母语，实在是感慨万千，骹手尾拢冷起来。因为毋知要安怎来形容母语，所以我只好用譬论的来讲。什么是母语？有人讲妈妈咧讲的语言就是母语，这是咱上简单的讲法。我是要讲母语是一款音声，一款人类用来表达家己意念情绪的音声。这款声应该是自然流露的，毋免翻译，毋免思考，就用个讲出嘴的吼。咱即马爱倒来慢求母语，所以我讲骹手尾拢冷起来。母语毋是干那是妈妈咧讲的话语尔，母语是咱伫妈妈的腹肚底就咧听的声。甲咱咧听妈妈心跳的声同一款。有人讲阮妈妈是台湾人，毋过阮妈妈有新的时阵，足认真咧听英语讲英语。安尼是毋是爱徛算伊的母语是英语？你讲呢？以上是我创作的动机。讲母语的路，若像妈妈请养阮的心情。咱本来母语是会随着时代演化，伊就自然形成的吼。安尼形容是要讲推测母语，若像妈妈请养咱迄一样的心情。阮若当时出头天，妈妈，你就毋免心惊胆怯，是一个寄望。一番安搭家己推测台语的不安，甲要来参大家互相鼓励。母语伊应该是爱亲像大自然相款遐尔自然的流露，迄是什么款的声呢？亲像海涌扑动，
水流的声，树顶鸟仔咧叫，山风咧吼的声。当然，阁有足侪大自然的声。这种声音是咱地球物种活动的现象，这确实无异。而且我本正要用看起来触觉较文雅的鸟声来写，树顶鸟声咧叫。落尾我发觉，咱惯势咧讲的鸟仔较接近自然，所以3改4改甲改转来，树顶鸟仔咧叫，感觉这确实我要讲的话语。语应该是像月亮的温柔，伊是类俗宇宙的心声。伊应该若像天星安尼咧闪烁，咱咧讲的是会有若日头光的青影安尼的感受。这是我创作的词源。无语，若亲像妈妈心咧跳的声；无语的路，若亲像妈妈请养阮的心情。说入去，咱继续邀请即届评审委员刘惠荣老师来为咱做一个讲评。无语这首诗，哇！你欣赏这首诗的时阵，互惠荣感慨真深吼。这无语的路吼，这条路吼，亲像妈妈咧请囝的心情。迄红红幼幼的阿婴啊，出世安尼豆豆啊甲养长，豆豆啊甲饲，所以阮若要当时会当出头天。哇，一个妈妈的心情哦，这个母语吼是安那较会讲当时会当出头天啊，就亲像咱安尼一个妈妈，若咧看着咱的囡仔，伊咧长大成人的时阵，伊嘛会安那咧会惊吓咧，惊囡仔食无饱啦，惊身体无健康啦，惊去即个社会有染，上介重要的就是讲，即个妈妈伊着安那伫即首诗内底有咧讲，妈妈你着毋免心惊胆吓，是安那会讲着心惊胆吓呢？就是心惊胆战，会怕，因为伊有一种惊吓，会惊即个咱的母语会去互断绝。母语伊是大自然的声音，亲像海涌扑动、水流的声，有影呢。这母语是足自然的啊，发自内心。哇，咱咧讲的时阵，伊在那大自然，亲像树仔顶悬的鸟仔咧叫啊，山风伫咱的耳孔边咧吼，哇，迄是万物生长的一个泉源就是泉水出泉的所在。这母语有月娘的温柔，咱来暗时的时阵，抬头看着月娘，伊是遐尼啊温柔，敢若袂说会甲咱安慰心灵，会安尼甲咱笑笑，是宇宙的心声，或者大自然的定规，亲像天星伫遐咧甲咱目睭安插呢，安尼甲咱看，阁有日头光的青影，这日头光的青影，就是安那大地复苏。这日头的青影嘛，咱若一天的开始，日头一个出来，哇，咱会当星光合作用啊！有这个日头，咱这个大地咱这个土地伊就有生命，所以咱嘛希望讲，咱的母语就亲像咱的日头，安尼永远光正，永远会光明啦。母语。月娘的温柔，宇宙的心声，天星闪烁，日头光的青影。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梅天老师写诗，刘惠荣老师讲评，专门去电台制作，讲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